Sun Life 永明全新電子提取平台 Sun Wallet， 地域貨幣冇限制，管理保單價值更無憂，跨境匯款仲零費用。Sun Wallet 係市場首創嘅電子提取平台，為客戶提供全面功能，突破地域限制，跨境海外財富管理冇難度，每年首次海外匯款手續費為0元。247管理保單，設置多種自動指示，提供財務靈活性，靈活選擇貨幣，支援多種貨幣。經 Sun Wallet 獨一無二嘅提取功能，隨心所欲決定提取貨幣單位，按你需要換你所想，對你最好。而要應對充滿不確定性同複雜性嘅未來財務規劃，等我哋睇下 Sun Wallet 點樣以靈活性成為你專屬方案。好似 Sally 咁，佢用美元為仔仔投保，而供款期完結之後，仔仔喺18歲決定去英國升學。仔仔生活環境轉變，但 Sally 可以突破地域限制，將保單主權人轉為仔仔。仔仔可以用 Sun Wallet 直接以英鎊提取保單價值，作為喺英國嘅生活費。Sun Wallet 更設有定期提取功能，一次設定，每月自動匯款。而即使仔仔開設嘅係海外戶口， Sun Wallet 亦可以直接匯款，真正一步到位。而另一個用戶 Anson， 佢以美元為爸爸投保，以爸爸為保單主權人。供款期完結之後，爸爸打算移民到澳洲過退休生活。爸爸嘅退休生活當然需要生活費啦，而爸爸就可以透過 Sun Wallet 直接以澳元提取保單價值，同時間更可以選擇一筆過匯款，巨額生活費令爸爸可以輕鬆咁建構美好退休生活，而且每年嘅首次海外匯款手續費更係全免，加上針對指定金額嘅交易，同樣會使用 eKYC 技術加密處理，令你分外安心。從此一 app 在手，顛覆提取傳統，提取從未如此靈活。立即下載 My Sun Life HK App。